微臣馮石範叩見皇上，未知皇上咁夜宣召微臣入宮，有何差遣？朕今日有啲咳嗽，但係朕聽日又想去東郊狩獵，未知馮將軍有意思同行嗎？微臣自當隨行，保護皇上。好，人嚟，贈馮將軍黃馬褂上方寶劍。謝皇上。寶劍贈烈士，馮將軍你要記住，上方寶劍唔可以輕易出鞘，一出鞘就要見血。微臣知道。好啦，咁我哋聽日喺東郊見面。微臣告退。徒弟無用，累你受苦，唔關你事，係我太輕敵啫。師傅請放心，喺你赴刑場之前，我一定親手殺馮石範，為你報仇。你嘅武功唔係馮石範嘅對手，我而家已經有龍爺嘅80功力，鳳姐，你根本控制唔到龍爺陰陽內功，而且馮石範仲有6合童子球嘅配合，簡直係天下無敵。我都要搏搏，師傅有志，咁你埋一埋嚟。師傅，你做咩？韋小寶，有種佢出嚟！大丈夫唔好藏頭露尾。一早嚟咗啦。韋小寶，你得埋啲女人功力，而家連自己都變到不男不女。係咯，咁你中唔中意啫？我家仲收緊條底褲過你着添噃。哎呀，你睇佢幾刻薄啲細路仔，衫都唔多件褸啊！過嚟過嚟，哥哥俾衫你哋着。老合辦法，金蛇前獅手。上方寶劍，唔為你後悔都嚟唔切。老夫要揾皇上，唔單陪你玩。皇上咪喺度咯。皇上，朕聽日想去東郊狩獵，唔知馮卿家有冇興趣相伴呢？尋晚御書房嗰係你，咪我咯。韋小寶，我哋河水不犯井水，你苦苦相逼，咪怪我拿手。你呢個食碗面反碗底嘅狗賊，你害我師父，我今日就要收拾你。六合神功。我玩下呼啦圈先，你企埋喺二邊唞唞。六合神掌。
你驚啦咩你？小寶，我將所有希望都放喺你身上，你已經盡得我真傳。由而家開始，你就係天地會嘅總堂主。你都唔嘢少噶嘛，冇翻咁上下渣嗱，點攞你命？韋小寶，你用盡心思，用個公主嚟陷害老夫，恐怕都係枉費心機，以運大法。揸毛走走！乜你冇反應嘅？舒服咁整多次。嚇！賤格，花骨嚴掌。搞掂，收工。師寶，出針線。師寶，寒冰掌。聽到。奇人之道，還是奇人之身。估唔到得來全不費功夫，當年滿清入關所收藏嘅黃金，都已經變成金沙，仲發放假消息話寶藏埋喺關外，原來根本就喺京城。呢度地下皇陵啊！皇陵，東郊皇陵42章經入邊嘅秘密就喺呢度。呢塊龍壁係高人設計，係代表我哋大清嘅風水壁。打乜鬼嘢啊？不如我哋分咗佢咪算啦。我哋打生打死都係為呢啲啫。而家我哋求其揦扎都夠食過世，仲打，睬嗰啲傻啊！啱，你講得啱。好唔好啊？好。哇！早知你係咁樣。佢仲大鑊啊！發爛渣都唔使自隊係嘛？佢係用刺激六合圖紙嘅方法刺激自己，風勢奇經八脈，將全身嘅潛能逼晒出嚟，得嘅咩？呢一招非同小可，你要用全身嘅力接佢呢掌。
到有另一種方法，一樣可以將你嘅潛能逼出嚟。咩方法？痛！我用銀針插遍你全身最痛嘅穴道，你千祈唔好叫出嚟，要忍住啖氣，到最後先好爆發出嚟啊！咁，你咬住我隻腳先啦。該。胳底穴、背脊穴、子宮穴。估唔到逼出嚟嘅潛力係咁厲害，小寶你打贏咗啦，好嘢！呢啲金銀珠寶真係害人不淺，都唔知幾多人為佢而死。以免俾佢再危害人間，我決定將啲金沙全部攞晒翻屋企收埋。小寶，快啲將龍壁打碎啦！龍壁一碎，大星就會滅亡噶啦。點解係都要反清啫？而家康熙做皇帝，人人有錢揾，人人有書讀，冇乜唔好。話知佢邊個做皇帝，只係好皇帝咪得？係咪咁講啊，龍？或者你都講得啱嘅。咁而家嗱嗱聲帶馮石凡先翻刑場，如果唔係趕唔切。嚟咗啦！師傅，見到你冇事，我就放心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冇收錯你呢個徒弟。相公，時候唔早，我哋快啲走啦！如果皇帝發現嗰個總堂主係假嘅，咁就麻煩啦。收翻麻花刀，唔好影響我。等我同你講，韋小寶叩見皇上。大膽韋小寶，你公然殺我大臣，老劫陰犯，你該當何罪？波龍，嘿，偉大，你估啱啦，又係我出賣你啊！你真係一啲都冇變到。係啊係啊係啊！皇上，實不相瞞，小寶今日已經身負蓋世神功，就憑你呢度嘅人，恐怕都阻唔到小寶做任何事。任何事？係，包括攞你嘅人頭在內。我諗極都諗唔到有咩理由殺一個天下人都愛戴嘅好皇帝。就請皇上你寬宏大量，放過喺小寶全家，俾條生路我哋行下啦，好嘛？平身，謝皇上。皇上仲玩呢家嘢？韋小寶武功蓋世，朕一早已經收到風。朕今次想證實一下，經過朕一揸之下，果然機妙無比。叛國賊韋小寶，經已俾朕親手揸死，屍首棄屍荒野，黨羽逃去無蹤。世上唔會再有韋小寶呢個人。你好地咁對建寧公主，謝主龍揸，唔好俾其他人蝦佢。係，朕同你永遠都係好朋友。同意，珍重，再見。
再見。啊！咁都俾我拋窒佢喎！各位老婆，我哋片